我哋 final 5月11號其實到而家都差唔多6個月啦。我覺得呢6個月咧係改變咗好多嘅，將我自己嘅人生咧係完全係180度地轉咗啦，即係由幕後再一次行翻嚟幕前，可以開到自己演唱會。咁嚟緊12月31號啦，就會做一場喺亞博嗰邊咧，就會做一場跨年演唱會啦。對我嚟講係呢件好開心嘅事咯，同埋我覺得咧，我呢一個決定，即係過嚟參加呢個比賽咧，同埋過嚟香港發展嘅呢個決定咧，係做得非常之啱。我覺得參與咗呢個比賽，開啟咗我嘅演藝嘅生涯。其實嚟到呢度見到台前幕後好多好專業嘅 artist，可以喺呢個環境入邊去學習，每一日接受唔同嘅挑戰，然後都有好多嘅驚喜，可以喺音樂嘅呢一條道路上邊遇到好多嘅知音人啊、支持者啊。我覺得仲有可以有自己嘅作品，係一個非常之幸福嘅事，所以自己都會繼續努力。